另外，伫粉林是传出有社团伫休热时举办国校的成长营，传出有老师用不求人甲囡仔笑，嘛传出有几若个学生囡仔互老师拍，这老师目前是有承认是用不求人拍囡仔，而且佫讲这饭若是食无了，就会伫饭内底掺番姜仔爱囡仔吞落。即马县府已经介入调查。 休热暑期成长营传出敢若虐待囡仔的事件，云林有小学2年级的女学生家长向教育处举报，讲囡仔参加某一个社团开办的成长营，不过其实发现囡仔的手盘甲尻川皮有红肿乌青。了解了才知影8月16成长营的老师敢若用不求人拍人。打这边，我们是承认我们有打，而且我们会跟家长讲，我们是真的有打，那家长也知道我没有受伤，因为我们打的是这边，就是要分散他那个什么。 他那个痛处啊！唔那讲这查某囡仔离异，这成长班内底有几若学生，都有互拍，也是有看过老师拍人。那安尼，囡仔若是饭食袂了，这老师会该掺番姜仔，处罚囡仔就要食完。后面他也都会吃完啊，他也是强迫自己，他说你吃完赶快去喝水，因为我们都很就是比较清淡，所以孩子也会说来我这边吃，他们就可以吃很多碗。 所以我们才会说，我们这样吃饭，那我们就一定要加辣椒，因为一般听到加辣椒就会赶快吃完了。协会代表讲是为着囡仔好，也讲经过家长的同意，云林县教育处顶个月20接报了后，介入调查，发现这所谓老师其实是这社团所请的临时人员，军团出去是敢若虐待囡仔，社会态度是一直解说，敢若伫闪避。 协会那边就是表示说，小朋友不是他们打的，那他们对于不乖的小朋友可能会有相关的处罚，行为人部分可能就不可以再接触小孩子。社会处讲会依照调查事实，若确认违反离校款法，会裁罚6万到60万块罚款。教育处也讲，除了对这社团的补助计划保留核定以外，也要求加强专业，也个较接去甲访查，并且互这个受害囡仔后续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